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創會會長何超霞。我係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彭楚夫。遼寧寓意遼河流域永遠安寧，係中國東北沿海省份，擁有2200多公里嘅海岸線，被譽為共和國工業長子，亦係中華文明嘅發源地之一。遼寧擁有豐富嘅文化同埋自然資源，風光秀美，南有浪漫檳城大連，北有歷史名城瀋陽，仲有中國楓葉之都本溪。作為連結香港同遼寧嘅橋梁，香港遼寧社團總會一直推動遼廣交流，推廣家鄉文化，打造團結向上嘅鄉親之家。遼寧係個寶藏地，好高興今次遼寧市集可以將呢啲寶藏全部搬嚟香港，邀請大家一齊品嚐遼寧特產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師傅劉家倫。我係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李文輝。各位好。今年係我哋首次參與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。遼寧物產豐富，有好多嘅特產，我哋精選咗一啲俾大家先睹為快。首先登場嘅係遼參，遼參產自黃海北部，營養豐富，滋補強身，有海參之王嘅美譽，享譽世界。接落嚟我要介紹燕窩粥，燕窩粥選用東北黑土嘅雜糧，口感香醇，營養豐富，係養生嘅佳品。我哋仲有野山參粉，產自中國野山山參之鄉遼寧杏仁，可增強免疫力，係傳統養生珍品。仲有唔可以唔提，還有我哋嘅酸菜，東北嘅酸菜以優質白菜發酵而成，酸香脆爽，風味獨特，承載着濃厚嘅關東飲食文化。6月1日至6月5日，維多利亞公園，香港遼寧社團總會約定你一齊走進遼寧家鄉市集，品香味，齊打卡，感受遼寧嘅活力同埋熱情，體驗遼寧嘅獨特魅力。山海有情，天遼地靈。我哋6月1號喺家鄉市集遼寧攤位見。